謹代表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咧，歡迎大家嚟臨今日嘅健康觀塘會心啟航活動。今日大家仔仔一堂咧，為共同嚟到推動觀塘成為一個健康嘅城市咧，邁進一步嚟到努力。我哋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咧，本着無償醫院嘅概念，致力為東九龍嘅居民提供優質全面嘅基層醫療服務。最近呢，我哋仲喺觀塘區咧成立咗全新嘅會心全康中心，致力打造成全方位嘅健康關顧平台。我今日就好高興啦，能夠出席健康觀塘會心啟航同埋會心全康中心嘅開幕禮。咁今日開幕嘅會心全康中心咧，唔單止係提供家庭醫學、物理治療啊、營養諮詢啊、心理輔導啊，同埋社區藥房等等嘅一籃子嘅服務啦。咁啊，綜合嘅服務咧，就係正係同政府推動嘅基層醫療發展咧，係互相配合嘅，可以服務更多嘅市民啦。我哋有請乒乓球運動員李浩晴，跟住咧仲有武術運動員莫婉瑩，亦都有3項鐵人運動員伍錦平小姐，仲有我哋好熟悉嘅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雄德博士雷 Sir。今日咧，亦都要多謝台前、台後、幕前、幕後所有嘅工作人員，幫我哋安排到咁隆重而咁有意義嘅儀式。都最重要咧，就係今日我哋要多謝我哋 APM 贊助呢個咁好嘅場地，等到我哋觀塘嘅市民不特止知道我哋有個新嘅服務，而亦都激發到佢一個健康生活嘅習慣。我希望大家隨住我哋將來嘅服務，以我哋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少少嘅力量，希望令到觀塘嘅市民嘅健康提升，令到大家市民嘅生活更愉快。健康觀塘，會心啟航。